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日本邮轮船长公主号经过检验，有61个人感染到武汉肺炎。另外，内轻邮轮的保平清号明仔载会登到吉兰港，拢要经过检查。买车也卖骑名制度来到第2天，避免民众提健保卡去四界买，也宣布对早起8点到暗时10点要求这当会。伫世界卫生组织的执委会有真侪大国家拢挺台湾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日本的官方甲宣召公主号这台邮轮隔离，到初一透早，伫273份的检验当中，有61个人感染到武汉肺炎，其中有1位是台湾人。虽然伫船顶这3000多人爱放隔离到19，不过伫规定的時間內會當出到甲板船面透一下開。全体では273名のうち61名が陽性との結果に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日本政府初次召开记者会，宣告船长公主号邮轮面顶有发烧、甲8甲香港武汉肺炎病人密切接触的200多个检验结果拢总出来啊！61名确定病人内底有1个人当病，已经全部送去病院治疗。其3000多人依然爱踮伫船顶隔离满14天。即马邮轮业者嘛同意，互房间内底无装病啊新客会当伫限制时间内底挂着喙罨到甲板活动，佮互新客摕纸棒甲速度加游戏道具，互新客较袂无聊。いいニュースが入ってまいりました。我々は皆様をルールを決めた上で外の空気を吸っていただけるよう、客室から出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許可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有新客伫装病啊挂着日本国旗，讲药啊无够，嘛外国新客每一天记录隔离的生活，因为无发烧，嘛毋捌甲病人接触过，因并无接受任何病毒的检验，就真烦恼是毋是阁有其他的人可能互喂着。We've got bottled water, but we've only had one hot drink that's been offered. The meals have completely changed. We are definitely no longer on a luxury cruise. It's going to be like a floating prison. 因为船长公主号面顶的患者伫办理入境日本之前，就已经确定感染肺炎，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同意这61个病例会当卖加做日本国内的感染人数。只是初一早起有一只为香港出发，本地要停伫日本Okinawa邮轮为特等候，因为传出船顶有肺炎的发病患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嘛真罕见的国际邮轮停伫日本的港口，佮表示伫疫情期间要停伫日本港口的邮轮，拢会用同款的方式处理。日本第4邦铁桥班机拢总再倒转去198个日本人、甲中国、甲台湾的家属，卖伫检验了后进行12天半的隔离。记者陈世彤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初6宣布讲，禁止所有国际邮轮停靠台湾，害本地要登来到台湾的内轻邮轮保班之号，也搁伫公海，本地要甲船开去日本Okinawa的那覇市，互外籍旅客落船。不过在今仔日中昼，各方拒绝第2摆。目前保班之号按算在明仔中昼会登到吉兰港，不过落船进前拢要经过检查，若准船顶有人受到感染，全部的人拢要伫船顶隔离。台湾的旅客挂嘴暗，徛伫甲板翕地片，大声喊讲阮要转去。因为一只内省邮轮保平星号原本定伫咧初7下晡转来台湾，毋过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伫2月7日开始禁止国际邮轮停靠台湾各大港口了后，即寡台湾旅客无法度转来。目前我们在那霸的海上徘徊，请台湾有关单位重视船上的1700多位的权益。拄航速度会当看到即只保平星号是2月7日拄吉兰港出发，2月7、5到7、6停靠日本那霸了后，原本要互外籍旅客落船，毋过邮轮挖怪时阵去互日本拒绝，所以拄7、6下晡6点一直到初7早起9点，即16点钟一直伫咧日本海峡踅来踅去，初7中昼确认第2届去互拒绝外籍旅客落船的部分。我们告诉他，外籍的旅客不能在基隆港入境，他们只好这样子，他们自己决定把那个外籍的旅客送回去那霸下船。根据统计，保平星号面顶除了1709个台湾旅客，还有18个菲律宾旅客，马来西亚籍3个，越南籍3个，还有南韩、印尼、缅甸、新加坡拢1个，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籍的配偶。中央流行指挥中心已经透过资讯系统了解保平星号面顶40多个工作人员拢有中国的旅游史，毋过只要是台湾国籍，一定袂拒绝入境，不离个爱先完成检疫。当船靠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上船做检疫。
那当然有发烧的，那或有中国旅游史的，全部都会隔开来，然后马上采检，任何一个阳性，那阳性的病人当然要送到医院做隔离治疗。那其他的所有的乘客都要流传隔离。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的一个工作，也就是市政府我们会在第2线做备援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目前保平升号预计700中昼左右会靠港基隆港的西沙码头。基隆市府强调讲，政府会全力配合中央统一指挥作业，第一线由中央甲港口进行防疫检测。市府伫咧第2线备完整备，万不若是真正有确诊的病例，卫生局嘛已经拟定后送的毒线，民众唔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买喙暗爱徛命的制度已经施行到第2天，真侪药局透早就真侪人去排队，为着要避免民众提健保卡四界去买喙暗，在今仔日开始也限制药局，敢若会当伫透早8点到暗时9点这段期间卖喙暗予民众。就算讲外口的天气真寒，伫咧大埔市北安路这间健保特约药局头前，早起也是出现真侪排队的人。有人早起6点就来，嘛有人先请厝内的人来斗3工，因都是要来领号码牌买喙暗。你还拿到10号？以前都买不到口罩，都说没有，就今天还不错，今天就有排到。为着要予民众第2天买的时间会当较紧嘞。各药局拢煞分流的方式，有的事先公布买喙暗的流程，有的分时段来卖，嘛有药局直接加派人，当用2台电脑用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卖。操作过程中，这个都是即时库存的一个登载，好，所以假设全部药局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点，那对系统的负荷量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也是配合政府，让药局在不同时段分流，好，让有些民众在晚上买得到，有些民众在下午买得到。目前国内疫情控制甲真好，并无伫咧社区发生流行。公然大批发初7、初82天，伫咧全台指定门市免费来分，毋是医疗级的喙暗，每一个人会当领5个。真侪地方门市营业时间也未到，就请真侪人排队。你几点开始来啊？6点哦，请遮早来排队。我搁无早，有一个12点就要顺诶。人有爱心，咱就爱接受啊，这好用啊。就是发送口罩的期间，我们是不营业的，我们的所有人力呢，全部都是支援来参与这次发放的活动。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喙暗是名册开始卖头1天，到初6暗时9点，总共卖出1497424个喙暗。健保署对立北中表示，为着避免民众摕健保卡四界路，初1开始健保署新规定，限定药局敢会当伫早起8点到暗时9点的时阵来卖喙暗，而且伫咧网站面顶查喙暗数量的功能嘛调整做每30秒换新一改，其他的规定是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是亲身去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为免辛苦的防疫人员，也交代讲大家爱注意健康，才会当保护家己、保护别人。也针对着武汉包机回来的台湾名单的争议，蔡总统也讲，下一阶段名单一定要符合弱势加检疫优先这2大重点，也强调讲防疫期间无政治考量。武汉肺炎大势真强，蔡总统初7亲身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慰勉大家，肯定第一线努力甲辛劳。目前拢是境外移入无社区感染的情形，对防疫有信心。卫福部长陈伟嘉情绪激动流目屎，蔡总统也真唔甘，特别提醒大家爱注意健康加休困。我想不只是我们的部长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我刚才也特别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要有适度的休息那才能够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国人。不过最近武汉登来台湾包机争议真济，佮出现中国主导名单无符合双方当初讲好的优先顺序。蔡总统表示，下一阶段包机一定要确认名单甲符合弱势检疫优先2项原则。我要特别说明。现在是防疫期间，疫病的处理跟人民的生命的保护是我们最优先的考量，我们没有政治考量。另外，面对 WHO 错误评估台湾疫情，蔡总统强调台湾徛在防疫第一线 ，WHO 提到的资料是无确实的，这显示和台湾参加 WHO 的重要性。不过，即马疫情也冲击台湾观光，蔡总统出席观光节庆祝大会时，先感谢观光产业对这摆疫情的协助，政府协助观光业者渡过难关，纾困甲补助也及时。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已经批准上紧急的纾困方案。农历春节前后。因为这个旅行团停团
所造成的这些损失，还有他们营运的周转的所需要的资金，这个部分我们先来救急。政府提出纾困措施，林佳龙也希望旅游业者唔通裁员，也就是放无薪假。行政院政务委员张金新表示，上闭关有讲，观光产业今年到6月，三大减少新台票1200亿甲1800亿。行政院因为疫情上这一季上还是半年，这段期间政府会到3天，按算1礼拜公布纾困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伫昨暗批评蔡政府唔予武汉的台商继续包机返台湾，蔡总统也大真硬，强调讲未来一定要甲名单较认。另外，陆委会也表示讲，针对头一批包机自头至尾拢无收到台商团体或者是自救会长施正文所提供的名单，是无人机要飞的前1点钟才收到名单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初六批评头一班武汉台商包机完全走正去，国台办初六深夜回击，台湾搞好代志变做无理的政治事件，强调截至初六早起8点，有2000位台胞申请协助回乡。中国东方航空提出初六甲初7各执行2班，初8一班，5个班机满足台胞回乡需要，确实遭到台湾照顾拖延。我们对这种说法也表达遗憾，滞留人员的接访作业确实存在防疫上的风险，必须采取最高安全规格的防护作为。陆委会也就各界对头一班班机名单的怀疑提出澄清，强调从来无收到来自台商团体，也是自救会长施正文提供的名单，并且表示并无讲收容能量有限这个问题，也有回台名单要有优先顺序的讲法。相关的准备安排需要充分周延，所以我们也必须考量我方隔离收容所的能量。而面对国再来的台商包机，甚至观光邮轮的台接乘客收容压力未少，伊该发起网络联署，希望政府重视全台负压隔离病床少1000外床的情况，斗阵守护台湾医疗资源，得到热烈响应。到暗时6点进前，已经有76000人所联署。要是真的全部这些人都是有症状，甚至是有得病的患者的话，台湾的医疗资源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的患者啦，而不是只有在第一线面对的人需要去特别注意，是所有的医界、所有的医护人员大家都很关心的事情。对着国台办以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后续5班回台班机民众安排，是不是代表双方民航机关在协商出现困难？陆委会强调，这阵议员在交换意见，无度着急。对着西北市过年加班机最后1天的执行时间，陆委会强调，任何专案包机拢由双方民航机关来参详，并无其他的问题，拢应用过年加班机的沟通模式，由双方的民航机关来参详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当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第146届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执委会，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是大家讨论的重点。台湾防排毒在外的问题也正做是焦点。咱的邦交国有替咱讲话，美国驻日内瓦大使是头摆替咱赞声，德国、日本、英国等欧盟27国代表也联合发言，挺台湾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全世界无用伫咧防治武汉肺炎这个关键的时阵，当伫咧瑞士日内瓦进行的第146届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执委会，台湾也是去防排毒在外。会议顶除了咱台湾的邦交国替台湾发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布伦伯格搁较徛伫咧第一线发言，替台湾发声，强调 WHO 应该爱甲台湾的公共卫生数据清楚公布出来，而且直接和咱台湾的公共卫生单位合作。For the rapidly evolving coronavirus, it is a technical imperative that WHO present visible public health data on Taiwan as an affected area and engage directly with Taiwan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on actions. 布伦伯格今年头一摆替台湾讲话，显示美国对台湾参与 WHO 的支持已经有关战级。日本、德国也有英国等等的代表也小刷表态挺台湾，强调紧急讲话事件继续伫咧探讨 WHO 应该爱甲有能力贡献，而且也点伫咧紧急状况的谈判，做伙纳入全球的卫生体系，袂使因为政治加任何人闹交。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novel coronavirus, Japan is ready to provide WHO with a new funding of about $10 million, which will also support the WHO
SRP launched this week. Cooperation at global level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t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avoid gaps in communication and that no region should be left behind. 德国等等欧盟27个国家代表联合发言，支持台湾加入 WHO 国际消停的力度增加未少。不过，中国的代表在会议中表达强烈的不满。中方对有关国家在技术议题下再次炒作涉台问题表示强烈不满，要求主席加以约束。 话一讲煞，美国也有日本的代表是强烈回击，爱中国唔好把公共卫生的议题政治化。WHO 执委会星期六进入第4天的议程，国际挺台湾的热度也搁伫咧继续。拢望讲早一日促成台湾加入紧急公卫事件的方法工课，尽全力抵抗疫情。记者阿明金张玉水台北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病院的看护本地就真欠人，也因为台湾伫咧做看护的中国籍看守，当去中国过年了后，回来到台湾拢爱伫厝里隔离14天，搁再加上台湾的看护，烦恼去病院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最近也减少排班啊。 替行水拄开刀所的患者用精油抓灵，但一个看护张阿姨过年了后，班表是排甲真密，因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病院委外的看护人手是无好找。以前像我们下班偶尔会停个1天2天啦，但是我今年就是过年过来以后，就好像都不曾停过班啦。 一下班马上就接班这样。入籍的同事可能过年回对岸过年，结果没回来，这个是有。当初会担心啊，所以那个时候想说，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只能请我以前的同事，请他勉为其难的，好像说先当个节点这样。 嘛有病院委外的看护中心排班人员表示，看护人力本来就真严，即卖疫情爆发，除了入籍的配偶可能无法度顺利返来台湾，就算返来了后，嘛有14天的居家检疫措施，但一个看护嘛减一半。这个会员开除的话更切了，看护的先生就我不给他做。 去上班了，不要说要钱不要命啊！排班人员表示，北部看护一天的行情是2200，南部2500，但是因为七星区的照护工课辛苦，其实这几年来陆籍配偶嘛有愈来愈侪人选择退休回乡，而且预估人力真严的情形会对着疫情的变化来决定。民间团体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是主张讲，对根本解决看护无够的方法，就是调关健保保费，由病院调度看护人力。 互民众毋免家己承担聘请的成本。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所推行的防疫照顾假，本地是排除私立幼稚园的家长。不过，劳动部在今仔日宣布讲，私立幼稚园的家长、甲中学身心障碍者学生的家长，拢会当使用。不过，无强制爱护薪水的防疫照顾假，有社运团体认为讲，爱有规则的薪水是头家甲政府一人一半去负担。 同时，两体内的台湾分公司这企业进行宣布，员工若是请2礼拜14天的防疫照顾假，会付全薪。互网友真现身，严过社运团体指出，大部分公司拢是用请假无薪水。一直很多劳工，大家都在烦恼啊，如果我来请这个防疫照顾假，啊我无几月安怎？因为南部的薪资比较低，年轻的父母，他们一个月收入。 可能就是3万块左右，不只是说衣节食而已，他下一个月的房租交得出来，交不出来；他孩子下一个月的安亲费、补习费，他交得出来，交不出来。社运团体要求放请的人请防疫照顾假应该得到全薪，公部门就由政府负担，私人企业由头家甲政府各出一半。 不过，劳动部处长林明儒最近已经讲无同意另外赖香玲的提议。林明儒讲，若是全国劳工请假用领薪水，政府爱补贴支出2000亿。不过，社运团体计算，所需要金额大约是99亿，是无2000亿这个天文数字。林市长基本上是讲干话，而政府跟雇主各出一半的状况之下的话，然后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计算出来，其实只要76亿多，大概77亿元。金额设算。 各有基础条件的不同嘛，那这些资料我们都综合收集之后，审慎评估。
而原本劳动部规划要照顾家考虑私立幼儿园已经开学，一度排除私立幼儿园家长。不过经过讨论，初七宣布私立幼儿园家长、高中身体障碍者学生家长拢会使在延后开学期间来请假，只是无强制给付薪水。家长是不是敢请？以外是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巨蛋开校案伫去年10月通过台北市都市设计审计，在今日下晡进行环境差异分析审查。台北市政府官派委员全部拢是回避，不过当地居民也烦恼塞车的问题会愈来愈严重。落尾宽屏会期决期，案件是保证在审。大巨蛋已经完成要一半，因为进行第3届变更，案件3日去台北市环保局进行环境差异分析审查。会议才打开始无偌久，当地里长不办公布很多例行会议室，批评审查无透明。你们今天是把我们都清场了，你们好办事。我们关在外面是完全是只透明不公开嘛。大巨蛋伫咧新人里面也是关心讲塞车的问题会恶化，不过宽屏委员也是认为讲无问题。我现在要回去，有时候要等3、4个甚至5个红绿灯才回得了家。巨蛋营运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回家了？针对这次的那个变更内容，我是觉得交通方面应该没有什么负面的东西。居民甲市议员呼吁，晚上应该解决大巨蛋会带来的公害问题。晚上表示讲会继续斗相共居民甲好好改善。远雄的光害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呢，影响了1000多个学生的视力安全。他们现在连上课的时间都要戴个墨镜来上课。那学校我们不是全部都完成了，但为什么学校的时间要长？因为也要需要同意我们才能够实作。第一个，学生不在的时候，刚才那些家长有讲，我们定期都有开会。大巨蛋按去年10月份通过台北市都市设计审计，去用批评讲是硬过关，即个提出退缩面积、调整立户面积、改变楼梯等等的变更。想要来拼环境差异过关，若是会当通过，后续佫经过建造变更等等的定数，就会当全面复工。记者综合报道。依然在今仔日发生一桩无人机摔落来，佮爆炸导火意外。这台空袭机是落伫宜兰的凯旋高中体育馆，伊的厝尾顶的铁柱轰动一空，好佳在是无人受伤，事故原因也等咧调查。脆糊糊的无人机是落甲规涂骹，佮轰动出一个大坑，现场是小甲乌索索。一台无人机初次凶凶摔伫宜兰凯旋国中体育馆的厝顶，学校教师听到真大的声音，好奇出来看卖，嘛报案处理。有一个民众就跑进来跟我们讲说，我们这边有冒烟，然后我们才又跑出来看，然后才看到有火苗这样子。学校的同仁就听到很大的撞击声，然后循声音过来，发现它着火了。对啊，那时候以为学校到底怎么是电线走火还是怎么样？警消出动大批人车去抢救，好佳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嘛无造成重大损害。警消调查，无人机长差不多1公尺，重量无到15公斤，是经纬航太公司的物件。因为标着林务局的案，原本是伫宜兰大学城南校区的空地啊，由人员操作，当地监测器校正，未来提供予龙陵航空青牛所使用，所发生意外。公司也配合运安会，针对了地面现场。进行了必要的量测，这个会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作业程序跟飞安的要求。我们现在都配合，目前正在厘清这样的飞行事故。因为这是宜兰头一件无人机摔歹崩起的起火意外，经纬航太强调，针对意外的原因，已经配合运安会调查，除了清理现场的残骸，因为公司有保险，会由保险公司甲校方敲测为体育馆厝顶损失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甲武汉肺炎疫情压出来。34岁武汉病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因为伊也受到武汉肺炎病毒的感染，在今日半暝已经过身啊。因为之前伊去互公安强迫爱签训诫师，承认家己是咧乱讲无正确的言论，也引起中国网友批评中国政府是一个害人。另外，中共政府为着要控制疫情，伫湖北用大地土地起病院，煞互批评讲环境真歹，无医疗设备，根本就是集中营。倒伫病床的都是先公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日，湖北武汉病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伊伫初7透早2点58分过身，才34岁。伊伫去年11月30透过微信揭发武汉肺炎疫情，了后被院方约谈，抑阁被公安警局被判签训诫书，承认伫网络发布不实言论。伊伫1月感染确诊，伊的爸母也被回调送入病院治疗。
李文亮过身，老太太甲5岁囡仔。消息传出了后，社会组织也发文懊恼伊为疫情所做的贡献，并且对伊过身感觉非常的悲痛。We're very sad to hear of the loss of Dr. Li Wenliang. We're very sorry to hear the loss of any frontline worker who's attempted to care for patients. 李文亮是上大生发表武汉肺炎疫情的人，过身的消息传出，网络是一片哀悼。不少人批评中国政府官僚杀人，也认为应该爱为当中得到宽恕。挺痛惜，也挺惋惜的。就是至于他造成的这些影响，能不能警醒一些什么？这是别让他白白的就这么失去了生命。需要最主要能听到不同的意见，是吧？能有不同的意见。哎，这么一个好人，就最后也没挺过这一关。那剩下的都是不能说的。中国疫情严重，重点疫区的湖北省面对是医疗资源缺少，除了官方用真短时间去病院，搁定用真济大型的场地，该区所谓饭床病院接受轻症患者，希望增加病床数量，按过大型空间放满密集病床，不少人烦恼交叉感染，搁出现真济乱象，甚至有工作人员伫门口话话，这不是病院，出代志无负责。走路走不了了，生活不能自理，这不是医院，这只是个隔离点。出了事没有任何人对负责，我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姚斌将迄条内部的画面显示状况真歹，依来不止无隔离设施，也无暖气，上千人爱搁用这便所。民众批评是伫内底等死，有患者情绪激动，呼吁改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中国又原是真严重。中国伫初7宣布讲，一级城市广州爱封城。但刚透早，国家主席习近平再甲美国总统 Trump 讲过电话，Trump 也表示讲，信任中国有在调处理。另外，伫短时间内真歹甲疫情压落来，3月中国人民大会恐惊会改日子。另外，上新的研究也发现讲，病毒有可能是透过哪里才做传播的媒介。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7早起通电话，双方拢搁再讲会落实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川普也对中国处理疫情能力甲复原力表示信任。习近平指出，希望美方冷静评估疫情，合理制定并调整应对举措。特朗普表示，美国愿派遣专家前往中国提供援助。中国初7宣布一级城市广州封城，村区室内文化娱乐这组织性场所一路关起来，全市所有居住的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对1月23头一摆对武汉封城半个月来，已经有将近70座城镇封闭。人权观察组织初6指控中国压制批评的声音，让疫情变加更加严重，也谴责中国政府封锁城镇防疫做法太过激烈。由疫情短期内难以控制，根据路透社引用消息来源指出，北京正考虑把每年3月7号举行的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延期。其中一名国家层官员表示，这阵北京有愿努力是要推动会议如期举办，不过也讨论其他的选项，包括延期，因为这阵看起来疫情无啥可能在3月进前得到控制。中国华南农业大学初7透早在官方微信宣布，武汉病毒的中间传播者是哪里，并且表示这项最新发现对病毒源头的防堵控制有重大意义。不过并无说明研究内容，包括为安怎密播会甲病毒喂予哪里，再搁喂予人类。哪里是中国人上爱食野味之一？伊规身躯的磷被认为有通灵的疗效，过了10年来被抓甲濒临灭绝。英国外交部初4呼吁英国公民若是情况稳顺就离开中国，和中国驻英大使批评是欢迎过度。There are also overreactions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panic among the public, and even insulting and discriminatory remarks and behavior targe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F1 一级风艇小赛车上海站预定在4月19登场，这阵上海体育官员拍算建议甲比赛延期，并且在本礼拜甲国际汽车联盟主管讨论。由疫情扩大，已经有多项伫中国举办的国际比赛延期，也是取消。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甲南韩的武汉肺炎感染者是继续伫咧增加。南韩的 LG 也宣布讲，无要出席今年的世界儿童通信大会。另外，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警告讲，进攻武汉肺炎已经达到上严重的时阵。这款的讲法也阁上过早，因为病毒的传播有时间性，感染的人数恐惊会阁再逼出来。WHO 初6警告，武汉肺炎目前伫密集发展阶段，也未到高峰期。
宣测过中国第一摆出现确诊病例下降的情形，不过病毒传播有周期性，未来几天感染人数恐惊会阁继续升悬。 There has been that constant increase in cases in Hubei. Probably haven't seen that acceler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u, in Taiwanese people either. 英国车道出现第三个确诊病例 ，BBC 报道这查甫人伫新加坡被感染，回国了后检测出现阳性，马上送医治疗。英国当局初九会派出第三只铁桥专机，这是最后一摆铁桥行动。美国疾病控制甲预防中心 CDC 当地时间初六表示，初七会有2台铁桥包机回国，会将侨民安置伫内布拉斯加州甲德州的军事基地度过14天隔离期。 All arrived passengers coming in, including those that will be coming into JBSA Lackland, will be on a federally mandated quarantine order of 14 days in length. 澳洲第2只铁桥包机，初七半暝进前为武汉起飞回国。澳洲媒体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班铁桥专机，不过无法度载所有申请撤离的澳洲侨民。总理莫里森表示，因为安置第一批侨民的亚旦岛隔离中心已经满，第二批侨民会被安置伫澳洲北部达尔文附近。这个目前无人使用的采矿设施宿舍、有图书馆、电影院这过渡设施。The government cannot guarantee that similar types of assisted departure arrangements would be able to be put in place into the future. We'll be using a mining camp facility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near Darwin, and we are working through the consultation phase with local community. 南韩初七早起又增加1名确诊病例，总共确诊人数24人。因为当局无伫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互广州11世纪病院的37名病人甲医护人员被列为高危险群。这间病院已经为测试起封院。另外，世界移动通信大会14特别伫巴塞隆纳举办，大会表示会如期举行，为了避免病毒传播，计划建议所有参加的人莫握手。 南韩 LG 电子也宣布，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破开，烦恼增加员工甲客户感染风险，退出今年的大会。记者综合报道。澳洲对去年9月开始的新民议会，到今年也是继续伫咧烧。不过，伫新南威尔斯却是落一阵大雨，虽然讲有甲议会拍花一寡，不过伫市区也造成积水的情形。 伫咧新南威尔斯省的拜伦湾，讲是澳洲即届雨势上大的所在，短短2-3天已经累积280毫米的雨量。今仔路面顶四界拢会当看到车撩水伫过的状况，有的车因当讲的围较低，怎以为安尼来浸水？澳洲气象局指出，真侪受到大水雨影响的地区，即几天的雨量拢创1年以来新高的纪录。除昆士兰、新南威尔斯到维多利亚省，总共1000公里的沿海地区，澳洲气象单位继续发出大水雨的特报。So a lot of places will see rain continuing at similar rates to what it is now, but there will be periods of time where there are intense bursts of rain within that, the broader rain signature. 虽然讲有真侪民众因为落大雨造成生活面顶无方便，毋过经过几啊个月，森林野火伫这个时阵拄着大水雨，对消防队员啊，佮有厝内气候火灾烧着的民众来讲，会使讲是好代志。We're down below 40 fires now today, or 42 fires I think it is today. 17 of them are not contained. So I'm confident we're going to see that number drop even more over the coming days, and certainly into early next week when they're talking about this rain still continuing. 澳洲这几个月森林大火，拄去年6月份就开始烧。在无正常降温、连续3年扩大，还有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火灾在前伫咧9月份变甲真严重。目前为止，红烧掉的森林超过1860万公顷，差不多是台湾总面积的5倍遐济。红烧掉的厝有6500多栋，佮造成34个人死亡。另外，嘛有算袂清楚无尾熊、地鼠等等的动物去互烧死，或者是洗拖地去互破坏甲真严重。新南威尔斯省即对老翁仔某，都利用家己的厝甲4块位的空地，收养真侪无法度家己卫生的小地鼠。A lot of them, their mothers were dead and they were still in their mother's pouch, and a member of the public's come across them and brought them to us to take care of. 就算气象单位讲落雨的天气会阁继续几啊天，毋过消防队却提醒，落雨了后降温扩大，季节也阁会转来，拍火的工课袂当放电。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初七暗时召开记者会，宣布要防止武汉肺炎对2月初10到4月29，除了往回北京的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青州机场、厦门的高架机场，以及到成都的双流机场，其他的航班全部先来暂停。陆委会也宣布讲，对2月初10开始暂停小三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七暗时召开记者会，指出咱国武汉肺炎确诊人数无增加，不过中国疫情依然严重，确诊病例数急速上升。为了防止疫情一直拖，宣布限制2班客运航线。去年2月10日0时开始，到4月30日的23时59分，那我们两岸客运航线，往返北京，除了往返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以及虹桥机场、厦门的高崎机场、成都的双流机场的航线之外，其余大陆城市往返台湾的客运航班都暂停飞航。过境港澳一样回来居家检疫14天。但整体在评估里面，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是宣布从礼拜一2月10号0时起。政府加强封关，也落实旅客防疫。2月初10开始，经过中港澳转机入境的，也会再加检疫14天。只有船籍公司和邮轮有61个人被检出为着武汉肺炎。伊要在1月30日停靠归人港，引发外界关心。对此，疾管署已经完成初步调查，指挥中心也发布传染病的信息，提醒捌伫迄天到台北、新北抑个归人重要景点的民众最好自主管理。来发布在北基，要注意，你有可能。在1月31号，6点，到他上船5点半这样的时间，有经过相关的一些点，那可能自己要特别注意，那可能需要做一些自主健康的管理。而再有1709名台湾旅客保平升号，车白早起要返来归人，但是中共政府一定会让大家健康返来，爱旅客配合检疫措施。陆委会是宣布，对2月初10开始暂停小三通，这是第2摆暂停小三通。在2003年拄到SARS的时阵，政府就摆暂时关闭今马小三通的客船来往。因为商务，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旅行契约。或者这个他们的媒体驻点人已经在这里的，那么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业务上的需要，我们要来考虑来延长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陆委会讲，虽然暂停小三通客运，不过客运继续。这阵小三通的船班已经减价剩8班，马祖1班，大三通客船也伫演技停开。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台湾这边拢希望中国学生慢请来台湾。教育部也要求各大学在今日要提出中国学生安心就学方案，送到教育部核备。也因为各间大学中国学生的数量拢无同，若准使用线顶学习，可能会有争差。另外，各间大学也要列出休学申请的最后期限。疫情还阁伫咧继续，中国学生当时会当来台湾，还阁唔知影。各大学拢提出安心就学的方案。台这学年有483个中国学生是全台湾上济，因为高城人是读研究所，会交予指导教授甲学生进行线顶的教学。他如果是写论文，或者是只修那个专题讨论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或者说他根本已经在等着毕业的这种例子也有。那这个就可以按照个人的需求来做，比较属于量身定做的安排。研究生的远距离教学是较简单，必须实验用到器材理工系就较困难。台指出，会请指导教授试讲找当地老师来进行国际合作。尽量能够安排啦。那至于说那做不到的，我们没办法勉强，没办法得到适当的研究的品质，我们也不是我们想乐见的。台指出，会尽量到3天中国学生，毋过嘛无想要牺牲品质，因为无规定休学的申请期限，中国学生会当线顶注册，若是休学，无算入去休学的年限，已经达到休业年限，会当签。经过学生权益小组调查，前期大学中国学生爱伫3月27之前决定讲敢是要休学，清代是伫咧开学了后6礼拜，台艺大甲北艺大决议，这学期将完中国学生转来学校还是就学。北艺大因为一人一室的自主管理空间无够，港澳学生嘛暂停。
我们觉得这部分其实是学校过分的使用了防疫措施，那应该是由教育部去纠正的。目前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发布的这些防疫政策，它还是很持续的在特殊化路上。经外省权益小组指出，教育部应该提供更较侪资源予大学进行公布远距离的教学，嘛希望讲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甲长期伫咧台湾生活的中国学生纳入去防疫政策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外国人伫台湾是要安怎买水饵呢？因为政府有限制买水饵的制度，互资讯不足的外国人无法度顺利买到。有外国人会认为讲，去互医生看时阵顺线登记，互真正有需要的人有水饵通好用。就算药局下晡才开放买水饵，不过消息无界，外国人也是想要买时阵已经买无。随出一位迪卡斯来台湾9年，有居留证，也有健保卡，想要去病院看生，都爱挂喙饵。不过为卖喙饵的机器，超商甲市面侪上路了的健保药局拢总买無。You have the ID card, but yes, you can't buy anywhere. Yes, so even with ID card, I was not able to buy the mask in pharmacy, so it's impossible to buy the mask. Get the mask from pharmacy. Unfortunately, it was not enough for me. 伊捌打电话互卫福部提供互外国人专线，毋是无人回答，就是到位也无回复。Health insurance, I chose the English line. They asked me to press 1 to continue holding. I left my number, and until today I have no response. Nobody called me back. 伊表示，前几天因为超商药局甚至病院外口卖喙饵的机器，拢总买无，不过七下晡个补货，而且无限次数。Let's see what we got. Last week I could not get it, so I could not get to the hospital. 伊建议应该用有需要时阵才登记买的方式，譬如去病院挂喙饵，是命登记制，让减少民众囤货惊吓心理。卫福部小数据回应，只要提居留证或是健保卡，外国人共款用买到喙饵。关于外国人在台湾的部分，如果他有居留证的话，可以用居留证的方式跟我们健保特约药局来购买口罩。伫台湾的外国朋友认同台湾的防疫措施，不过报关喙饵防疫配套问题多。不过防疫单位表示，无论是台湾或者是外国人，拢爱排队来买。相关消息也透过外事单位宣导。不过会研究是毋是相关方案，用互外国人更较简单摕到伫台湾买喙饵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各地头拢有元宵活动，不过武汉肺炎的疫情也互主办单位真认真，开始伫观光地点甲灯火区域进行消毒。亲像偏湖的武桥菜街甲台南咸水芳炮也是有继续伫进行。因为这寡民俗活动本地就是要驱离瘟疫，所以也真侪民众去甲参加。环保局人员伫国父纪念馆四周围伫喷消毒药水，包括走道啊。有回廊的地方啊，我们也会来加强喷药消毒。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互民众感觉真惊，加上元宵相关活动也陆续开始。台北市、新北市拢针对各观光景点加定节的地区来消毒。台北定节也缩小规模，减少部分活动。常见的观光场地该消毒的都去消毒，特别是我们灯节要开始的地方，都要先消毒。不要知道是他经过哪些路段，有接触哪些人，那个工位上的掌握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只要人潮多的、使用过的公共的场所，要全面消毒。比如说我们的厕所，防疫只有过，而能不要有所不及。好，甲身体保护好，唔是要防疫，而是怀互芳仔炮弹着。伫工作一生，至少爱参加一摆台南咸水芳仔炮庆典，在初7早起开始。根据传统习俗，就是爱互关圣帝君的神轿绕境，搭配放炮瓦甲芳仔炮来甲瘟疫赶走。它的民俗习俗一样，能够去除瘟疫。七彩灯光配合喷火表演加电影舞曲，平湖在初6暗时进行的舞桥大过盛会，相关是吸引真侪人。绕境啊，祈求国泰民安啊！希望借由这个舞教这个出来，能够带给台湾越来越多的平安，然后也希望疫情能赶快控制。元宵节进前，平湖国强庙舞桥出巡，若是欢庆佳节，同时也甲咸水芳仔炮同款，代表要驱散瘟疫。武汉肺炎引发真侪国家的惊吓，在区学生挖苦各界专家对公卫政策、治疗研发这领域来防堵疫情。李精神在面顶面，也希望向新民祈求国泰民安。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的台湾灯会车杯伫台中后里开播。今年有一项宝岛现光巡逻队，是用回收的电动车去做改造的，变做是会当四架起来花灯，咱也做回来欣赏。 5光14个灯会，一台比一台搁较深色。有台湾的好食物啊，毛草鱼车、羊头车，搁有白马走干那杯。这是2020台湾灯会的行动花灯，宝岛现光巡逻队结合艺术甲科技，毋是徛伫遐等人去看，灯会期间会家己徛出来，互游客欣赏。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创新，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创新的科技跟艺术结合的动态的一个花灯来呈现给我们到所有这个2020灯会的所有游客们来做个欣赏。负责规划的新媒体艺术团队表示，这个车是用回收的电动车去改的，因克服技术的困难，创造又搁水又搁环保的特色花灯。我们其实，在挑选。 又不希望说我们用真的，比方说汽油动力的汽车来载动，我们希望说还能够更环保一点。我们希望说用电动车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我们这次去找了回收的电动车来进行改装。台中市府表示，总共7大主题的夜光游行车，伫咧灯会期间下晡3点到5点会展开游行。民众来到后里的园区，就会当看到这个4架行的元宵灯，过一个5彩的元宵节。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举办第5届南投灯会，这回用无人机伫空中摆鸟鼠的图形，加自控的字形。伫南投灯会的水舞广场，也有各种精彩表演，先带观众朋友来去感受一下。 天顶的灯光闪闪烁，毋但有南投的英语拼音，详细看也阁有一只会发光的鸟鼠。这个灯光拢是靠无人机顶头的电火烧出来的，结合现场的音乐，南投灯会也阁有好看的水舞秀，也阁有灯光秀，现场也有精彩的花舞表演。 会场伫咧表演者的手中，就那亲像是细尾龙同款的飞天钻地。今年主办灯会的南投市原地邀请中国中庆的花舞团来表演，不过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全改请伫咧中国中央电视春节晚会表演过咱台湾的花舞团电击家，包括传统民间击击团，也个国际特技团体，也和南投在地的表演者做伙演出，游客看了拢学到介特质。去年没有看过。 第一次看到，没想到我们台湾的我们的表演居然是这么的棒，我希望它能够发扬国际，让我们台湾越来越赞。南投县政府表示，去年来看花灯的人就有500万人次，今年是第5届举办灯会，为1月31开始，小数10天，逐天暗时7点，拢会伫咧水舞广场有精彩的水舞秀表演，要互国内外民众欣赏光雕艺术，感受元宵节闹热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头一摆伫龙崎区的好兴山公园举办大型的光景艺术活动，当地居民用着对环境真友善夜光素材制作较大的大型的发光的艺术品，也结合在地产业变得有影是真奇卡。 过去七彩灯光自本乌乌暗暗，台南龙崎区好兴山公园变加真罗曼蒂克，结合在地特色特别的工艺。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头一摆伫咧龙崎区举办龙崎光节、空山节的活动，以灯光譬如生命，展览的主题就叫做看见生命。邀请了7个艺术家，然后共同做了9件的作品。白天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来这边旅游，然后来这边运动的一个场景，然后夜晚的时候，它会化身成另外一个很像一个非常梦幻的一个地方。囡仔摕特别花灯伫龙兴山公园内面爬悬爬低，行过流光桥，佮通过济灯光打造的秘境，感受互树林包围的感觉，也欣赏对环境友善、有夜光效果的总地艺术。望来行大的人，会使因为这有路的设计，增加对土地的认同。非常多观光客来这边参观，已经破了10万人这样子。那为了就是说，因为刚好就是元宵节即将来到，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这样子的活动能够持续到元宵。除了大型的活动，空山节展览的期间也安排艺术家座谈、生态导览行程，也有市集等等的活动。因为大家反应真好，主办单位特别延长活动的时间到2月初9元宵
宵节结束，民众若有闲，会当摕竹笔仔顶来遮行一逝，欣赏以大自然做布景，体验无同款的生态艺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因为武汉肺炎等咧封城，也害着台东等咧修行的往来石桥无法度修行送到中国，害石桥的介绍开始伫咧搬。台东县政府甲农委会拢有各种补贴的政策，希望会当甲介绍稳定落来。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车市到台东地区农会外销集会中心，了解往来石桥外销状况，向农民宣布中央因应中国武汉肺炎，往来石桥外销内销价加利贷款等5项对策。其中外销中国运费为原来每公斤3块，搁加3块。同时也提悬东南亚国家甲欧美国家海空外销运费每公斤加6块到30块。陈吉中讲，希望趁这摆疫情机会，将每年善用97%外销中国往来石桥。分散到其他国家，那安尼较袂大概拢爱去中国，所以我们才会在这时候加码到其他的新兴的市场，或者是高消费力的市场。农会表示，台东往来石桥伫过年前已经卖8000外吨，年后差不多剩5000外吨要外销，目前有消费出去的情形。台东县政府甲中央即马总共补助外销中国运费到每公斤9块。农会表示，确实应搁提悬，也愿意搁出钱补助，服务商应突破市场通路，加买往来石桥销去中国。补助到12块之后，如果县政府再补助个3块钱，那就有15块的补助。农会这里，我们也愿意拿出2块钱来，对我们这里的果农再给予挹注。用动手的政策，贸易商是不是应该是将往来石桥顺利外销到中国，也就是其他国家？贸易商表示也只好尽力。这个疫情的问题，这个叫人力不可抗拒，是在大家都不能去预准。其实农民上关心的是介绍，农会讲已经稳定收购，每公斤35块。陈吉中阁表示，内销市场要电商甲网络业者配合，每公斤已经有68块。农委会有信心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市有2块土地，甲土地公庙因的权状所写的土地大小无同，是因为地政事务所伫7年的时阵介详画唔对，甲122平方公尺的土地登记予水利会，害地主搁爱开钱甲土地买回来才会当起厝。虽然一审法院也判地政局爱赔偿，不过这个官司犹原还搁伫咧答辩。家己土地强挂掉122平方公尺，想要起厝，该加开400多万买回来，地主愈想愈生气。中山地震78年，我们地基图唔对，是西线。依正常规定，伊是爱更正道路地基线，唔是甲我的面积土地登记水利会。水利会有公文甲讲，叫伊自行更正，但是中山地震傲慢不更正。同款土地向挂掉的，有另外一个地主甲土地公庙。庙方总干事指出，若唔是拄好黄先生调出地籍图，根本唔知影几条路拢向挂唔对，家己土地变做台中市水利会的。这个是我们被迫强迫买回来的，22平方公尺吧。台中市南区河兴路一段207巷有3个地主，指控台中市中山事务所33年前地籍图亲像错误，互因的财产权强侵害，想要起厝，该开钱将家己土地买回来，拢总开1240万，提出国家赔偿的诉讼。一审法官认为公务人员有唔对，判其中一个地主胜诉，地政事务所应该赔181万。是觉得如果画错的话，就应该要更正，应该还地于民，并不是说地主要去负责这个损失，这是地政局中山地政局他画错了。台中市地政局表示，土地切牛无问题，因是照都法局的改正来画，证据点伫进行分割，甲一般分割的认知不同，对一审的国赔判决会搁再上诉。没有画错，我们是到都市就要专位去割啊，但是他买到那个线。就是跟境委分割线没有一致嘛，就还差一个差距嘛。一审是这样，我们还是会上诉。3个原告部分认为有证据，公部门设定法规甲业管集团做文章，会继续争取保障家己的财产权。记者综合报道。元宵若要看花灯，明仔载气象预报，咱做伙来看互真。北部地区对13度到18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6度，
东部地区对16度到2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0度到19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日本看好高山的御殿祭，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